袂少的民众嘛是趁即届5日节的年假出国来游览。桃园机场预估这5天的总运量将会达到65.5万人次。桃园机场嘛特别来换上届新版的自动查验通关系统，这个通关只要10秒钟，旅客拢学到赞，讲速度真紧。 会知影机场柜台头前大家落长拖大包小包，提早迎接5日节假期。来自蓝水学生准备要去夏威夷，实在是有够欢喜。我们要去夏威夷进行这个，就是有参访行程，还有演出的行程，也算是休假吧。有人为着去巴厘岛冲海景，一困啊穿7天假期。今年5日节假期，桃园机场预估为7号到11号总运量达到65.5万人次。那科技公司为着加速通关，推出升级版本的 eGate。 号召感情、扫描手纹和白酒钱地当通关，即卖第4代eGate效能大升级，旅客嘛介满意。够快速吗？快，还不错，蛮快的。还真的比上次的快，比好用。大家再进来就一下就好了，不像上次一样卡卡的。新版的eGate会当同齐注册和通关，免搁另外走一撮注册。若过去，敢若12岁以上的本国人和持有外交居留证的外国人会当自动通关。即卖若是14岁以上本国人和外国人都当使用，而且40个语言买通，时间上嘛比进前减2秒到5秒。 为提护照感情到人民辨识自动通关，敢若10秒的时间。在经过第1道闸门的时候，事实上电脑已经在 catch 你的脸部特征了哈。只要它抓到你的生物特征，它的门就打开了，我们称之为行进间辨识。因为5日节连假，提醒旅客上好提早3点钟到机场，用手机啊和网络报道高速通关。科技公司卖提升安检和餐饮的供应，让旅客出国佚佗便利个欢喜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